国民教育喺地方政府国内喺同声音教育有关的3种法通过以前，已经有4只院士次年来做声音性嘅公派民营中小学嘅，更加有5间公派民营学校，包括宜兰嘅人文国中小、慈心华德福、新北市新乡种子亲子实小、台湾嘅农雅学校、云林县嘅鸟琼国中。喺目前听日嘅公派民营条例嘅时节。也得学校的师资身份认定、课程规划也得如爱合乎中央的相关法规，故所也有许多唔清楚的空间。声音教育3法通过过后，能把公立学校专业嘅民间的资源，安尼公派民营的学校正式取得的法律的依据，办学空间如韩国有弹性。唔过爱公派民营学校会主动用嘅创空呢，加咁讲。公派公营喺体制制度如无法度重新教学下，我哋爱去到云林县看3只公立学校嘅案例，分配喺公派民营嘅艺术中学、鸟琼国中，公派公营专业华德福教育嘅超初国小，韩国公派公营喺体制制度重新嘅华南国小，我哋此轮对一道教学现场提供一道一个学校呢同样冇共用嘅办学经验，可以呢教育规矩嘅新想法。学校特色是培养学生是自己去喜欢去练琴，或自己去想要学习。固有色都好，可是东西的冷暖、颜色的变化、冷暖还没出来。我们是走的西方古典美术的那样一个路线，所以强调呢是西方的审美、西方的基本功训练。那我们这边的一个中国古典舞呢，它是有一套完整的6年教材，一步一步慢慢的上来的。用古典艺术主题来定位的云林水林乡鸟琼国中，係全台湾頭一間公派民營的藝術中學。喺公派民營條例目前通過之前，就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來推動。2013年轉型到今，想係幾多對藝術有興趣的聲音的來討。韓國家長搶愛負擔公立學校的學費，唔過睇經營團隊落去之前，沙期見面，美食關義府個小弟還有人去抗爭。本来基金会跟县政府是很想，就是谈好的时候是办一个很纯粹的艺术中学，所以他就想要把原先的鸟松国中里面的孩子跟老师要把他们清空。那这个清空的动作，当然就会引发在地的一些居民，还有孩子们的一些就是权益就会受损了嘛。那也因为有了那个抗争之后啊，我们接手我们这个团队呢，就非常的注重，就是保护。就是当地我们称社区的孩子，他们原来有的资源，不但保有，我们还再多增加更多一些资源给他们。然后第二个，我们也非常的注重跟社区的互动。鳥瓊國中下係本做普通班同藝術班2種制度，保障在地成員的野求學權益，或韓國特別照顧準從沙期的成員呢。事實上，公派民營學校係講學制課程改變太多，聽說要面對新舊文化講唔到安用的必用教嘅問題。我们原来旧的学校、旧的社区，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可能他们原来的传统，或者是说他们原来的学校，可能就会因此而不见。那我们其实新的团队，公办民营团队，它原本有一个基金会当做一个基点来进来，那他们可能有他们原本想要去做的一些理念。那这个理念就是说，我们还是必须要找到一个比较适合的学校来进行。那可能我们就是必须要透过很多的座谈会，很多的一些小型的会议啊，那包括不同的，包括家长或包括社区啊，包括老师，就是很多不同的对象去做很多的沟通，那让他们了解说这些团队他们背后的一些理念到底是什么样的理念。
新团队嘅教育理念要得到社區家長先生嘅認同，用公派名言嘅方式來辦學校。以上就唔是少，配國際學校為本人採編起嚟一種教育項研究嘅方式。像我們基金會，它跟鳥松國中，它可以省去蓋校舍、校地、找校地蓋校舍的這樣子的一種非常高成本的那種負擔。那可是因為現在少子化這個東西，現在變成是很多這種空閒出來。可是因為像我們基金會，它就對藝術方面，他們就抱着蠻大的一個興趣，那也有一些能力這樣。所以我覺得用公辦民營，尤其在偏鄉這種地方，它是一個教育的一個活水啦的其中一種。公辦民營的學校，我們給的經費還是跟一般的公立學校完全一模一樣，就是比如說它是6班。那我們就用6班的公立學校的經費來支持它。那除了這樣之外的一個經費他們其實基金會自己會挹注基金會的一個資源。從99學年度一直到現在，他們基金會其實已經投入了大概1700萬的資源在裡面，軟硬體。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其實多少對地方，那對縣政府的一個公部門的經費是蠻有一個相當的支持。唔過，結業偏向社學教嘅困境，天初愛公派名言係，無上公派公建做唔得係。見來見少，園林故行鄉華南國小，未係偏鄉國小學生嘅人數，點到見來見到嘅利益。校長陳清尊喺公辦公建嘅傳統教育體制內創新，單入高山河壩同菜地隔壁也條考場，將來批雜學期嘅成人嘅來也讀書，一下全校94嘅學生嘅菜地沙期嘅增63人天天。就以前學校可能只有戶外教學，然後才會出校園。那來這邊就是，像就這時候就我們可以出來幫忙除草，就是會有很多不同的感覺。填鴨式的方式已經讓他有一點點反彈了，然後我感覺到他已經開始有一點點無奈，然後不開心。那我很清楚說，小孩子自己想要學習的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毅然決然把他轉上來這邊。騎單車、爬山，它是可以鍛鍊小孩子一個就是我覺得它可以讓他有毅力、有恆心。豐富嘅課程內容，向外地學生嘅上載嘅進度也經學校來討，韓國比賽期嘅成人呢加倍10個倍。我們的課程都只走，如果只走在那個所謂套裝知識、套裝文本的課本這樣的東西，那個人格怎麼會被形塑？那透過我們的課程就開始，透過從課室內走到課室外。透過人與人、人與社區、人與環境不斷的互動的過程裡面，回到他自己內在的那種所謂的學習的一種動機裡面，他有強烈的那種學習的一種興趣跟學習的渴望的時候，孩子的自主能力就慢慢被激發出來。家中正要第2組 ，yes， 你們2個第3，輕的這樣就好。恐怖，可以嗎？輕輕的這樣就起來了。到了。其實現在很多學校，我覺得都不只是課內的課程，他們都把學生往外帶。其實你說這樣的壓力，其實每個學校我覺得都會有。那只不過是。我覺得很重要是老師在做課程，老師自己本身也要去，可能樂在其中吧。你可能就是跟着小朋友一起這樣的，不要說認為這是一個很額外的一個很大的負擔，還是怎樣。園林也還有個特殊嘅理念，高中央超出國小係園林頭一間公辦公建嘅華德福實驗小學。3年lang前，縣政府主導傳入華德福教育理念，一下3股有2股嘅學生嘅係對派未來嘅。當然一開始推動的時候，家長會聽到說哇沒有課本，那他們就會擔心說
那是不是都在玩啊？都没在学东西啊，也没在写字啊？那都会想太多了。那现在家长现在留在这个学校的家长是不会的，因为他们见识到说1年级到6年级的成长，那看到6年级的工作本记录这样，那还比一般人写的还多。不过喺公办公建嘅传统体制内，课程愛創新，教學愛多樣，其實限制已多。從潮州國小來講，傳統體制小學專業化的課教育，課程內容、教學方式該無相同，就冇按你嘅先生來教，對先生嘅教學來講係個大嘅挑戰。大家都一樣，會有不一樣，這個時候就要傳下去，當他們熟悉的時候傳下去，這樣有成就感。潮州國小1到6年生嘅先生就係推理先生，韓國暑假冇日結，冇課嘅時間，先生愛強下準備課程，學化對課教育很用嘅帶生人嘅嘢。這個是我們剛學習的一個教育，那我們會透過譬如說共同時間，譬如說週3下午是沒有課的時間，大家一起來學習。說真的，現場正式老師要來的人不多。我們2位主任跟我是正式老師，從現有師資如果沒有辦法找到，我是會找代理教師，而且也是講明了哦，來這裡還是要吃師訓哦，自費1年要4萬3年13萬，都是要自己出錢的。如果說老師針對這個部分，如果說沒有非常的認同，好，或者是說他可能有一些疑慮的話，可能就是他們會透過別的方式，可能就會調到其他的學校去。對華南國小、潮州國小嘅利益就看得出，公辦民營唔係解決配國際學校唯一的選單。公辦公建雖然課程韓國強嘅先生，喺9年一貫嘅規定下，加減還係有啲嘅限制。不過推動改變教育課程相應，學生嘅自然就會來，還係做得解決偏向西學校嘅困境。小校才校不等於實驗教育啦。只是說，國家應該要有這個機會給每一個有困境、面臨到有小校危機的學校，有這個機會讓他有實驗的機會啊！怎麼樣透過學校的革新來讓孩子從中能力增加？我是覺得都很棒。沒有一個教育是萬靈丹，沒有一種教育制度跟模式是絕對是完美的萬靈丹，那是不可能的，都是要努力看看的啦。當然，公辦民營以後的那個師資的結構哈，可以稍微做調整。公辦公營的老師比較硬，比較沒辦法去調整，這是現在目前最大的症結所在。也就是說，我們的課程、我們的師資結構，好，以及學校整體的一個願景跟發展方向，其實這個才是最重要的關鍵啦。如果有辦法解決孩子的問題，把孩子的那個獨特的潛質哈，成就每個孩子這樣的一個目標，能夠把它實踐出來，我覺得這個公辦民營就有很大的潛力。聲音可以再拉出來一點點，用大手臂拉起來。在這裡的動人，你覺得是吸引人還是不吸引人？吸引人。聲音教育想法同個個好，還拜強先生課程內容也多，無規定的按壓。公立學校會有很高度嘅彈性同空間，加入聲音教育，未會影響到教學現場一路以來看重學科唔重視能力嘅環境。學校經驗未會向等多樣化、特色化來發展。以目前來講，要做整體的實驗教育，它不會是只有公辦民這個軌道，它可以選擇學校形態的，那它可以選擇以後我們國教法通過之後。那只針對我學校裡面部分班級或全部班級，我只進行課程。那各個學校到底要做哪一個方面的實驗，其實都必須考量它在地的文化、在地的特性，以及在地特色跟老師跟家長整體的需求來決定。那只是我們現在把它鋪了很多的路，那這些路是讓各個學校可以自己來做選擇的。我們雖然有這樣的法律去解除，但是我們還是要靠老師，他們真的是能夠去發掘他當地學校的一些特色出來，那去設計他們真的是符合當地的一個特色，那可能要結合到社區相關的一些課程進來，所以我覺得可能不見得真的是制度的解套就能夠讓小校能夠就這樣子免於說可能他是被裁定或不見的一個命運。其實那都是
脑袋的问题，就是私立单位它有可能很僵化，公立的学校里面有很多充满创意的老师，所以重点是他能不能很踏踏实实的从草根性的去发展这个地方的教育需求。如果还是传统那一套，由上而下，用政策来管理学生，用课纲来控制教学，用考试来领导教育，那再怎么开放都没有用。所以法令环境开放，重点是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去学着去改变。然后慢慢的去落实，所以公立或私人资源，其实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差别。重点是我们敢不敢去做一点改变。聲音教育生法同高，教育超越嘅很高度嘅想象空間。課程唔是本課綱達到事實，成人嘅學習各成法，加上愛本成人嘅通用嘅學教有高度嘅限制。雖然法律變更用嘅，很拜愛用嘅同也按無強用嘅聲音教育嘅成功經驗，帶入公立學教，同時愛有效監督，都係很拜愛面對嘅新問題。